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我们邀请大家，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他。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要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何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掌声将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
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自命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自命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自命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新生命充满呼吸，渴望新鲜恩膏
降临，在你心意恳切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新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意恳切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从各方聚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寻求你。愿你将天敞开，将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你是唯一的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在我们未出娘胎以前，你就已经数算了我们的头发，将我们写在生命册上。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敲打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能在每一天的存在中都有渴慕你的心，能看见你的荣光。祈祷我们从你启示的话语中，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各种不同的恩典与旨意。父神，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是我们软弱的帮助。你以你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即使我们常以自己的有限，在可知或未知的情况下，依凭自己的意念而不是你的意念而行。即便如此，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是翻转的主，我们的生命唯有你能改变。求你看见我们内心的需求，心灵哀伤的求你安慰，心灵茫然的求你赐智慧，身体病痛的求你医治，心灵饥渴的请你以你的生命活水亲自浇灌。
求你让我们的生命能连结于你，就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也让我们每一个连结于你的肢体能够有合一的心意，一起来寻求你所要给我们的意向。每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倾听我们的祷告，依你的旨意来引导我们当行的道路，让我们时刻将眼目专注于你，远离你所不喜悦的事，让我们的心因你而得喜乐。新的学期开始，许多学生进入新的阶段，或是从学生的身份转变成社会的新鲜人，要学习新的功课，认识新的人，适应新的环境。恳求父神的同在，在每一个不同的生命阶段，都有你差派的圣灵来看顾与引导，让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都能依靠你来面对可能的挑战、挫折或是伤心。让我们都记得，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有最爱我们的阿爸父可以让我们倾诉跟依靠。让我们都能够更认识你，因为认识你便是智慧的开端。教导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偏离你的道，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中，都能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以生命影响生命，归荣耀给你。10月6号，我们将召开临时会员合会，选出教会的长老与执事。求你的旨意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有合一的心，依你的旨意选出你所属意的合一器皿，一起来服侍你。教会的教育馆新建工程在你的祝福中持续进行，求你亲自掌权，使用执照申请的进度，以及后续尚未完工的工程与装潢。也藉由教育馆的兴建，让我们可以成为邻舍的祝福，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当我们在这里安稳地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世界上却仍然有些地方处于战乱。我们邻近的香港也因为反送中的诉求，这几个月都有持续的游行和抗争。我们很伤心地看到有些人因此失去生命或受伤。父神，我们恳求你，让各国的领袖都能够更有智慧来处理人民的问题，处理国与国之间纷争的问题，让每一个主事者都能有更多的宽容与智慧。求你怜悯你所创造的一切，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来到我们这里敬拜你的人，求你看顾他们的需要，亲自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阿爸父，求你透过牧师的口，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好叫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我们也要一同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向你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一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这边跟我们介绍新的朋友陈新慈。陈新慈他是目前在双联教会聚会，我们住在中南北路7段，是属于第4区的，我们欢迎他。好，请坐。第2位是柯杰宇我们欢迎他，他是普贤教会的聚会，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欢迎他，请坐。那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瓦瓦利传道的带来的朋友，妈妈叫林梅花，儿子叫许宏毅，麻烦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欢迎你。
好，谢谢你，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一起聚会。还有没有其他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没有介绍到的？没有。好，那我们待会会后，请大家一起跟我们刚刚介绍的4位朋友一起来问候。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下周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下周本会许牧师将前往文化教会主持圣礼典与小会。9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9月9号到10号，圣维传道、以文传道将前往参加传道师在职训练。9月13日，中秋连假，办公室休假1天，当天晚上祷告会暂停。下半年度学道班于9月22日开课，如欲受洗或上课者，请向办公室或招待桌报名。9月28日上午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请欲参加的兄姐向各团契、小组或办公室报名缴费。107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申请至9月30。2019与京剧有约进入生命季，邀请兄姐踊跃参与。爱家团契、姐妹团契分别将于9月15日、9月28日举行会长、副会长选举，请代祷。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张道仁弟兄于9月1日安息主怀，享受87岁，定于9月18日于第2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求上帝安慰家族。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我们今天要看2处的经文。第一处是在旧约尼希米记第7章1到5节，在我们的和修本旧约670页，尼希米记7章1到5节。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门口的守卫、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吩咐我的兄弟哈拿尼和城堡的官长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一个忠信的人，敬畏上帝过于众人。我对他们说，等到太阳热的时候，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要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在自己房屋的前面站岗。他们还在站岗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城又宽又大，城中的百姓却稀少，房屋也还没有建造。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我就召集贵族、官长和百姓，要登记家谱。我找到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发现上面写着。第2处的经文，我们要看哥林多前书12章20到26节。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20到26节，在我们和修本新约圣经262页。哥林多前书12章20到26节。但现在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认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我们不雅观的，越发装饰的雅观；
我们雅观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上帝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照顾。假如一个肢体受害，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今天许牧师要跟我们证道的题目是领袖与领导。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特别是我们常一直在提醒，10月6号我们要开会员合会，所以当我们说到会员合会要选长老执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领袖这样的一个角色。但事实上，我不知道大家对领袖的概念怎么样。我自己对领袖的印象不好，除了他喜欢发号施令以外，因为领子跟袖子是最脏的地方。你回家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袖子还有领子，洗衣服的时候常常洗不干净你放在洗衣机洗了晾了以后，你发现领子这边还是黑黑的，袖子这边还是黑的，所以现在就发明了一种清洁剂，专门让你去洗领袖的，对不对？所以领袖要常常被洗领袖不是来发号施令。我印象中的领袖是小学，我读西门国小，然后我们放学了以后，到了校门口，领袖就是那个叫做带队官、带队长、带队到门口有人往这边、往那边、往那边，他没有说预备起，我们不能走路然后走的时候，他还要1、2叫我们左脚、右脚、左脚、右脚7岁、8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对领袖的印象不好，原因在这边。然后又有常常老师提醒，领子跟袖子是最脏的地方。后来渐渐体会，原来领袖他有另外一种方面的意义。领袖是角色职分，领导是他的权责，他的过程。一个领袖要来执行领导的功能，给他发挥出来。所以在我们为了10月6号的合会之前，我们也特别刚刚在祷告中也关心在我们隔壁的香港。不只是这个，我们知道9月有特别的时刻，再来911已经18年了。如果这个记号还让你有印象的话，在911的时候18年前，你是什么时候去看到它？很多人是在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突然看电视，那个是什么事情？怎么可能发生这种呢？18年前。再过2个礼拜呢，我们印象中的921 1999年9月21号921地震，在台北我们只感受到非常强的一个地震，但是我们知道已经过20年，在中部地区仍然不是硬体外在的重建，是很多那个时候的小朋友7、8岁、10来岁的少年人，现在20、30岁了。你如果跟他们接触的话，在他们的心里面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忧伤在，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经历了生死离别，经历了恐惧，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921马上又要让我们做一个反省，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要恳求天父上帝的怜悯加倍在我们中间。在这个时代，大家动得非常快，联系得非常快，相对的人也比较少安静的时刻。我们特别需要一些安静的时刻，帮助我们回归到天父上帝里面。所以在说到这样的一个领袖的时候，早上我实在是很喜欢听长辈讲我早上刚听到一句话：现学现卖。因为这个礼拜虽然说我们有那么多功课要学习，可是这个礼拜4是中秋节，所以这2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月饼或蛋黄酥开始吃了。竟然为了买蛋黄酥还会打架排队排了好久，那还会打架，这也大概是台湾特别有的情况。早上学了一句话这么说：吃中秋面悠悠，吃马牙练喙秋。听得懂的跟隔壁听不懂的解释吃中秋面悠悠，吃马牙笑眯眯练喙秋。文林路有好几家，我们的文林路有好多跟台北的南昌路一样，什么行特别多？家具行特别多。中秋节吃了月饼以后家具行的这些师傅这些工人都面悠悠，为什么呢？因为从8月15号，这是农历
一直到要过年这4个月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中秋节过后开始订家具，等着要过年，所以中秋了后，在工人特别无闲，工人特别忙，所以常常加班，为了要把家具能够完成，所以因的面悠悠啦。吃中秋节，人家在团圆的时候，对这些家具行的工人呢，面悠悠，特别难过。尾牙是什么时候？吃尾牙就准备要过农历年了。大家就笑眯眯、咧嘴秋是怎么样？就表示是非常的愉快哈，在那边喝茶，准备要放年假，一放就要放1个月，放2个礼拜。希望今年的中秋节哈，你也能够有机会跟朋友团圆，跟家人团圆，或者甚至在天父上帝里面，跟很多的属灵同伴一起团圆。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很多的服务业。因着他们继续在工作岗位上，才让中秋节我们会有另外一种享受。所以，在这个时刻，就让我们发现很多的角色真的是他发挥功能的时候，才可以成全整体。角色有发挥，整体才能够被成全、被造就起来。所以我刚刚说了领袖，不知道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但是领袖一定跟领导有关。领导有2种。一种是用他的权力，但是另外有一种领导，他没有权力，他是用他的影响力，所以你会看到以前的领袖是什么？连角头都是领袖，对不？地方那些角头就是另外一种领袖啊。他不管是用他的权力还影响力哈，那有时候国王，或甚至你会发现有一些领袖哈，根本不知道现在世界在干什么，不知道他的局面是怎么样。你看左下角这个领袖哈，还继续拿着他的那个手机啊，他的世界就在手机里面，结果他已经站在什么样的情况地步了，他都还不知道哈。不只是他自己可能再来不知道怎么走路哈，连人家预备好的、人家建设好的、人家铺好的路，他都就这样踩过去了，还大概是等他司机来开车来载他。所以领袖一定跟他的领导有关系，一定有关系。我们在说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教会不是这个礼拜堂，不是教育馆，教会是一个有机体。我们常说像家庭、像学校、像医院、像军队一样，让我们能够认清状况，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让见证展现出来，让基督的名被人家分享到。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再次盼望弟兄姐妹一起祷告。10月6号，我们是10点礼拜哈，10点只有一堂，因为我们礼拜完11点马上就是要开合会，要选长老执事。这次小会决议要选6位长老、12位执事，这样的话，我们跟2年前选的一起，我们就会有总数就会有11位长老、22位执事。长老执事4年一任，我们教会是每2年选1/2，所以我们希望再来。长职中间会有一些分工，这样的话，不是每个执事都做同样的事情，每个长老都是司会执行等等等等，不是都是这样。我们希望这中间有一些分工，所以需要更多的同工一起来。照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说，长老执事是从信徒中间推选出来的，敬虔，有好的名声，就像圣经提摩太写的，然后又是被圣灵感动的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在祷告中为这些将要进行的选举受选的人来祷告。他用的不是权力，不像公司行号的经理，他没有权力，他用的是希望他生命的影响力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影响力，而不是自己的影响力。就像右下角那个，很难体会，蹲下去、跪下去帮人家洗脚，竟然他的力量比给你的权力更大，他的影响力竟然会发现那个翻转的力道更强，而不是不只是在做计划、做团队的建立、做执行等等这些，不只是这样，而更重要是那整个生命的影响力，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来带动。因此，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3年前我们曾经把尼希米读了蛮长的，你还记得吗？我们这边曾经有一个组合屋叫什么？就是尼希米教室。如果你经历过那段，你会很怀念，对不对？你在那边可能在那边
开过会，在那边写过作业，在那边唱过歌，等等，你可能对那个尼希米教士有一点的怀念。我们今天主要是看到尼希米记的2节，有2节经文给我们一些提醒，第1节以及第5节给我们一些提醒。第1节刚刚我们所读的，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预备来。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门口的守卫、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吩咐我的兄弟哈拿尼和城堡的官长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整个城墙修好了，城墙修好，圣殿原本就做好。尼希米是在2400多年前，他们从现在遥远的伊拉克在东边，可能伊朗那个地方，那时候叫波斯帝国的首都哥山城，他在那个地方，你自己想象那么远的地方哈，伊朗经过伊拉克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他事实上是从2400多年前，是一大堆犹太人被俘虏到伊拉克、伊朗那个地方，他是回来的第3批。第1批人所罗巴伯，第2批人以斯拉，第3批就是尼希米他们这一批。他回来呢，圣殿已经盖好了，但是外族人常常来这边打扰，所以他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城墙盖起来了。好，城墙修完，城墙修完以后就要把门弄好。我们看到门原则上都是木门，这样才推得动啊。每天要把城墙的这个城门推动，所以用木头做这个门。把门安好以后，他做3件事情。第一个，有门就要有守卫。再来，他有守卫以后，他预备了什么？歌唱的和利未人，这是第2个他预备。第3个他预备什么？管理的事情，总是要有人管，因为这些事情结束了，尼希米他又要跑几千公里，跑回苏珊城，回去述职。因为他是离开，他是暂时借调过来的，是暂时借调过来，他必须要回去向他的国王跟他的帝王去返国述职，所以他要离开了，他就预备了这3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是门口的守卫保全接待非常重要，这个接待非常重要，我们常会忽视或忽略，但是我个人常常觉得，常常跟大家分享，传福音、宣教，从哪里开始？从招待开始，从接待开始。你个人要跟你的同事传福音，就是从你怎么接待他、怎么招待他开始，并不是要花什么大钱，不是花钱的问题，是你愿不愿用时间来接待他、来招待他。所以，我们整个的礼拜里面，其实招待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过去这5年，我实在是非常佩服这些少年团契的契友。我们9点做礼拜，他们8点40以前已经就位了。那你想想看，这些国高中当招待，你今天有看几个那个招待在那边？你想想看，他几点要出门？这个时刻哪有国中生现在就已经起床了？礼拜天都要睡到饱啊！这5年来，我真的是非常佩服，非常感谢。我知道这些国高中不一定自己喜爱的。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就很重要了，对不对？早上起床是爸爸妈妈，鼓励他、威胁他，然后拜托他起床了，还要陪他来。有一半的都是爸爸妈妈陪他们来，陪他们来的当招待。招待非常重要。今天做礼拜的人，你有没有听到他们跟你们请安？跟2个礼拜前有什么不同？跟以前，少气不断在学习啊。招待我们的执事。在当执行、当招待，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你会看到招待那个执事都会挂个名牌。门口是最脆弱的地方，当人要来敬拜上帝，本来今天心情很好，来到晃了街里边跟他扑克牌一样，周报给我，然后跟旁边人讲话心情乱卖一波。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预备好，很高高兴兴要来敬拜上帝，特别喜欢听敬拜团的诗歌，就因为招待的关系。今天心情再做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又被激励起来。招待非常重要，所以我常常跟这个执行的啦，或招待朋友讲说：你们如果有事情，人家跟你讲话，不要超过20秒，因为你的眼睛一直要看着要来的人。
不要让执行招待执事彼此，或者你有事情要拜托他，你要在10秒内讲完，因为他要面对众人，他不是只是面对我一个人。有什么需要，跟他们讲一下，马上10秒钟讲完，因为他要面对，要招待，让所有敬拜的人，门口本来是最脆弱的，他让他把这门口守好，每个进来的人都加倍期待、渴慕跟天父上帝亲近。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第2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刚刚读了20到26节里面，特别有这句话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肢体部门都不能够跟其他的部门说我们不需要你。尤其是22节讲的，身体的那个肢体，没有一个是人以为软弱，那个部分人以为软弱的哦。上帝为什么会安置在我们中间？我们人看他是软弱，但上帝特别把它安置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你要特别小心这个部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是更不可缺少的。守卫、接待、执行非常重要，因为在脆弱的地方，让我们看到它的重要性。所以20年前，1999年，有一个德国的老师，他说到一个自然教会发展影响了这20年来教会重新看增长，重新来检讨教会。所以这个中间他有一个观念，他用这个水桶，这个我们之前曾经分享过。他说到这个水桶呢，里面的水就好像会员敬拜主日礼拜的人数一样，然后呢，每一块木板就好像教会很多事工部门的品质特性，每个事工部门都不一样哦，对不对？总务部要处理的是什么事情？教育事工部要处理的、要服侍的是什么？或者团契有很多右边这些的功能在发挥，每一块木板都不同。我们刚包括我们说的执行招待，也是中间的一块木板，而这个水桶里面的水能够有多少，是决定在最长最高的木板，还是决定在最短的木板？里面如果有很多事工都很强，都很好，我们的设备都很好，我们的敬拜团很强，我们都很好，但是里面就是有一块木板特别弱，比较短一点，里面的水多少决定在长的木板，还是决定于短的木板？短的木板。这个就是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肢体里面，我们的服事中间有特别软弱的，有特别你看不起眼的，或有特别有缺陷的，反而要注意它。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的努力，常常就在这个短的部分，水就流出去了。原本很多的人来，但是很多人从这个地方出去，所以要把那个软弱的部分特别要看重它。最下面左边有一个我们看到白色的写统箍法规，这是我们在长老教会里面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把这些木板把它凝聚合在一起的那个叫做汤箍啊。汤箍跟里面敬拜的人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里面的敬拜人是跟木板这些事工有关系，但是这个统箍好像法箍一样，帮助把我们这些事工把它紧紧的整合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到这位德国的老师他提醒我们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到了刚刚在强调主日礼拜里面执行招待的重要性，当弟兄姐妹都用心灵诚实预备要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借着执行，借着招待，让我们更被激励，更带着渴慕的心来敬拜上帝。尼希米不只是把门口预备好了，他还把诗班敬拜团，把利未人就是来服侍上帝话语的，把这个都预备好，把敬拜的这个部分都预备好，预备敬拜服侍的同工。这是尼希米不只是在做硬体，他知道硬体完了事情比较小了，重点是里面是不是这些弟兄姐妹来了都可以享受敬拜的喜乐。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教育馆已经在申请使用执照，在等着这个阶段，有很多的检查，很多的回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内装、为设备、为后续来祷告奉献，并且在各方面的软体我们能够预备好，一起来跟进。
上礼拜开长执会的时候特别在分享报告，我们感谢上帝，这几年没有因为盖教育馆人数有太大的波动，但是我们的奉献很显然有一块转移到建筑奉献，所以经常费的奉献有稍微的短少。但是大家相信上帝必预备，我们也一起预备在这一段特别在等着使用指导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参与在这其中。我们刚读了第2段经文，就在提醒我们这个肢体这么多，但是身体教会就是一个。他这边提醒我们要彼此照顾，每个肢体彼此照顾，我们才可以经历到一同受苦、一同快乐这样的一个敬拜一个团体。最后尼西米要回去啦，所以他就把工作要交给人。最左边这边是他在盖的硬体，最右边这边他请以斯拉来带领大家念律法，上帝的话语。中间你可以看到城墙都盖好了，他们在城墙上面，百姓们一起聚集，一边是硬体的重建，一边是上帝话语敬拜团，他们一起在这个地方。那到底谁要来接续呢？对，所以他就找了哈拿尼以及哈拿尼亚。哈拿尼是尼西米第1章，当尼西米在书珊城当官做得很舒适，他出生在那边，故乡的故事用听的。结果这个哈拿尼他的兄弟就勇敢就豁大，就跟他讲说：“你在舒适圈太久了，你不知道我们故乡现在多惨啊！”哇，尼西米被哈拿尼这样一讲没有怪罪他，反而让他经历了过去这段时间千里迢迢跟国王讨论，然后还被派回来重建城墙，现在完成了，他要回去了。他把这样的管理工作交给哈拿尼，内举不避亲。他知道这个当初上帝派他来提醒我要来重建城墙，这个人会忠心在这里。另外一个是哈拿尼亚，他原本就是管理耶路撒冷的，而且是一个敬畏上帝、忠信的人。敬畏上帝，我们没办法去给他评估怎么敬畏上帝，做礼拜多久，奉献多少吗？不是这样。但是忠心又诚信，在弟兄姐妹中间被肯定，所以他就派了这2个人。把这个人来派以后，他最后做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读的最后一段经文，你有没有发觉好像没有读完，对不对？把家谱找来了，然后呢？为什么没有读下去？因为读下去我们就太长了，后面都在讲人的名字。如果你回去把尼希米记第7章第6节以后的家谱，你看，但是这里面特别有一句话，这是因为上帝的灵感动尼希米要把家谱拿出来，而且找到第一次上来的人，从遥远的波斯那边回来，叫做上来的人。第一批那些人很多都已经过去了，已经死掉了。圣徒为什么要找回这个部分呢？因为在祷告中，圣灵告诉他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把这个家谱找回来。原来这是比他更早。我们刚刚提到尼希米是第几批回到耶路撒冷的人？第3批。在找他20年、30年，从所罗巴伯到以斯拉一直过来，已经有前面1代、2代的人已经回来了。他们是放弃了在书珊城的产业，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好像有一些人出外打拼，在其他的国家、其他地方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他为了故乡的需要，他放掉了那些。所以圣灵感动尼希米，要把那些人，把他的家谱人找不到了，但把家谱找回来，这是上帝所纪念的。借着这些上帝所纪念的前辈，让我们现在的人更能够有脚踪来跟随。所以这个传承交代管理的事情，他交给哈拿尼跟哈拿尼亚以外，他把这些家谱找出来，让你会发现以斯拉记第2章跟尼希米记第7章所写的家谱的名字90%以上都是一样，这些就是他们当初留下美好见证的人。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写给腓立比的教会，他也提到，我有一些同工跟我一起劳苦，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们10月6号开会员和会选出来的执事长老
不是把事情就交给他。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各团契的会长也产生了，我们不是要把事情工作交给他们，我们选出他们以后，我们就盼望自己愿意跟他们同工，听他们的领导，一起来。所以我要拜托，也邀请第一堂聚会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来看，或者说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来，你看到第一堂的招待都是那么年轻的朋友，我们需要第一堂的招待，从我们弟兄姐妹，你已经习惯来第一堂礼拜了，你早20分钟来就好。你能够跟我报名，跟那个正宗长老、关怀事工部正宗长老说，你说我可以，或者是说你可以跟今天的执行金木老师说，那我来试看看我们会预备，让你知道招待怎么做，而且知道招待多重要，因为你会影响很多人来敬拜上帝。我们知道你的参与服事会成为上帝所纪念的人，这个就是类似户口普查。那些家谱很繁琐，这不是我们喜欢做、很无聊的工作。你今天成为领袖以后，你要做很多看起来很枯燥的事情，你要开会，你要做很多行政的预备。真的，尼希米忠心的把这些事情完成，就好像我们10月6号要开会员和会一样。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为这些要受选的人祷告，让他自己的灵修，让他自己的家庭生活更被遮盖，能够成为预备好的器皿，让上帝来使用。求主在未来这个礼拜，你常常会想到，来士林教会那么久，你有没有发现哪个部分的事工、哪部分的服事比较需要带导？就是那个木板比较短的地方，你一定有你的角度，对不对？每个人看的木板短的地方不一样，你有没有看哪一方面比较短？你如何为他带导？甚至委身在其中，说我来参与看看，一起来参与，让那块比较短的木板被关注到、被注意到，它会变得比较长，跟其他一起来配合。第二个，我曾经有这种经验吗？像尼希米一样，上帝的灵感动我，让我有一个新的学习、新的开始、新的服事。这个跟年岁没有关系，但你曾经有那种感动吗？我们第一堂礼拜已经几年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第一堂礼拜已经几年了？布良已经22年了。从有布良开始就有第一堂礼拜吗？就分2堂吗？有没有比较资深的人还记得？我不知道那时候，所以大概是20几年前开始，我们聚会就分2堂。我们就发觉年轻人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场次的礼拜。可是呢，坦白讲，我们有多少人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习？敬拜的时候手举起来，敬拜的时候会拍手，敬拜的时候会跳起来。说真的呢，我学习这个功课也是50岁以后的事情。你生命中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上帝的灵感动你，跟年龄没有关系，但是就是某个服事、某个新的学习、某个新的生活，它让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2个人就有一个领袖，就必须要产生领导。我们为教会许许多多的服事者祷告，也为自己祷告，让自己预备好，成为上帝要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为我们预备和你心意所有的同工伙伴，以便于我们能够同心在主面前高举基督，让许许多多的朋友、社区的人有机会来听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再次恳求主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将所领受到上帝的感动，在生活中间实际的来落实下来。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一生跟随你》来回应我们的神。跟
脚步，握住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握住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唯一渴慕，因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唯一渴慕，因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
生尽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尽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放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尽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感谢天父上帝，你亲自建造士林教会，让我们能够连结在元首基督。恳求圣灵预备我们每一位兄姐，都能够心存敬畏上帝，服事忠心可靠，生命领受成熟丰盛，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满有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的心啊，最想神的荣耀恩典。我的心啊，纪念神的无比的爱。真理引导我，真理引导我，我的心啊，满有平安。甚至你在我的前头，坚持到底，奋勇向前，领受应许。神啊，我甚至你在我的前头，全心全意爱你，快步跟随，成就你的心意。
去，对啊，对再放回去。你的皮包进去。我的鸡丝拢伫遮，不是干那皮包伫遮，全部鸡丝。哦，原来你是对，我足紧张的。为什么？我唔知，我甲你讲，我师会遮尔久哦，我每次只要到师会，我就那个整个礼拜都心神不宁。不过我觉得台语礼拜真的会比较紧张。每次都会出错，每次每次台语礼拜2个礼拜前就开始对紧张。对，然后他不是眼睛。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是咱要准备来吟诗，请咱献开圣诗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圣诗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咱先来读歌词吼，现着咱做伙来。第一节，请。天父上帝至大仁爱，日日换新，永远无变。可惜众人侪侪毋知，伊大慈悲时时显现。第二节，天地万有是伊创造，显明伊大权能无比。日星星运行无错，关山大海是伊管理。第三节，咱世间应有患难，病痛死失侪侪劳烦，信靠救主，心得平安，永远活命，享事完全。主大仁爱，永无变换，做我盾牌，保护引线。信伊的人，通得永活。永远欢喜，懊恼无煞。好，咱来吟诗。天父上帝至大仁爱，日日换新，永远无变。可惜众人侪侪毋知，伊大慈悲时时显现。第二节，天地万有是伊创造，显明伊大权能无比。日月星星运行无错，关山大海是伊管理。第三节，咱踮世间应有患难，病痛死是侪侪劳烦，辛苦救主，心地平安，永远活命，享事完全。第四节，主大仁爱，永无变化，做我盾牌，保护引带。信伊的人，通得永活，永远欢喜，懊恼无煞。好，咱献开505首。我要忠实。505首，我要忠实。请咱献开的，咱做伙来读。请，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第二节，我要疼人，无分对敌甲朋友。我要施舍，诚心无求报赏。我要谦卑，知我心性真软弱。我要仰望，学主疼人喜乐。我要向上，学主无样赞人。第三节，我要祈祷，时刻无停来祈祷。我要尽伊亲近天父宝座。我要专心听上主细声招呼。我要虔诚因地主救主脚步。我要虔诚因地救主脚步。互咱做伙来吟诗。
相信因，阿门。阿门。好，咱信息吟到这，请咱闭班心来敬拜。这时，请咱安静咱的心，咱要开始今仔的敬拜。请你将你的手机啊，甲伊关起来，还是关静音。请奏乐。妖化愿你对你的气力成全，安尼愿要吟诗学乐你的大权能。一来唱圣诗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起立。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真心诚意要来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你统管一切。我们阿罗你，因为你的名伫全地何其的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伫天，我们顺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天父，感谢你。伫阮也是罪人的神的时，你就先听阮，并且你赐下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
耶稣，感谢你牺牲的羊羔，为着阮遮不配的人来见证上帝你完全的疼，并且透过你圣洁的保护，洗净阮一切的罪。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差派保惠师圣神甲阮同在，伫阮软弱的时，伫指示阮该行的义路。伫阮的人生，虽然阮有苦难，但是阮知，因为有主你甲阮同在，互阮会当得到帮助，互阮无得到欠缺。阮要靠无你，阮要爱无你，也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做阮的一生的帮助，要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无得到偏离你的道。因为你的话伫阮的生命中要发出亮光，就会当互阮得到智慧。也愿主你常常指示阮该行的路，该做的事，互阮的生命会当来荣耀你的名。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互树林教会徛起一个所在，伊要成做社区的祝福。但目前，阮的教育馆正咧去做一切的工程。主啊，求你亲身来帮赞、来保守，祝福阮的教育馆遮的工程，拢会当照阮当初所定着的时间来进行，并且保守这一切工程的顺利，甚至互阮会当真顺利申请着执照。愿上帝你来看顾甲带领，搁一遍嘛将阮的厝边交伫你的手中。愿知遮个工程已经做成，伫厝边因要出入真无方便。愿主你亲身来祝福，你来看顾，并且保守阮每一个厝边的心，愿意会当包容，互阮的工程会较紧来顺序来完成。求主你亲身来掌管，并且你嘛来眷顾每一遍的时间，甲一切工程的安全。当教会伫后个月要来改选中职，求上帝你的信心来带领，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同心合意来参与一件代志。就亲像上帝你对耶利米讲：“我既有找你，你去；我既有吩咐你，你就讲。”愿咱所选出的要来的中职，拢会当亲像先知会选调，会当有使命、有义上、有抱负、有欢喜侍奉的心，愿意来做。愿上帝你来祝福每一个人，拢会当同心为主的福音要来做见证。求上帝你的信心亲身来感动，会当互阮选出下属心意的中职，会当来传扬福音，来应承义人。主啊，感谢你，这时嘛请用你的圣神来充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更新阮，请拍开阮心灵的耳孔，互阮会当听到你的声，并且会当照你的话语来行。嘛求上帝你甲牧师同在，你的圣神充满伊，互伊所分享的信息会当成做阮日日学习的帮助。但这时，阮要三角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阮要三角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我们用四读圣经，成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兄弟姊妹，请坐。咱这时，咱要来启应上帝的话，请咱来看启应文第62，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
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咱三角来回应上帝的话。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信心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感谢上帝，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罪拢算罪，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咱即时搁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7章第1节到第5节，台语汉字版伫个520面，和修本伫个670面。圣经旧约尼希米记第7章第1节到第5节，咱三角来看上帝的话。城墙起好，我已经安门，过门的、唱歌的、甲利未人拢派定着。我就派我的兄弟甲管王宫的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伊是忠信，佮敬畏上帝，赢过别人。我吩咐因讲，听候日头悬的时，才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徛伫顾的时，就关门，你就带伊，也就派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固守，逐个鸟会班立伫因的厝对面的所在。城是看大，总是其中百姓少，厝也袂起。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召集贵族、官长甲百姓，照因的细业来算伊。我找着头一摆起来的人的族谱，因内面有记载。搁一位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第20节甲26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20节甲26节，台语汉字版是197面，和修本是260面。总是当体是做做，也身躯是一个。目睭袂话对手讲，我无欠用你；头壳也会对骹讲，我无欠用恁。毋若安尼，身躯才会体看做较软正的，搁较袂无敌。搁咱看做身躯较无贵气的体，咱就装塔，互伊较尊贵；也较无文雅的，咱互伊搁较文雅。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独独上帝调和身躯，伫有欠缺的益法，互伊尊贵。免伫身躯无三毫，是要互百体平平三管顾。若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当快乐。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即时赞美，咱要请本堂的圣歌队，伊要为咱赞美的诗歌是：主啊，求你差遣我。
感谢主，愿咱每一个人愿意伫上帝面前讲主啊，请你找找我。这时，咱要请牧师来为咱分享信息、领袖甲领导。感谢上帝，互咱伫伊定着时间三甲来敬拜。咱每一摆拢踮伫个互相的分享甲提醒，敬拜是兄弟姊妹集体，敢若亲像古早咱伫个行喜路的喜团，三甲放斗阵共款。逐个人当然你家己甲上帝关系，迄是上直接。迄个功课别人无法度取代，别人无法度，甚至甲你担当。真侪兄弟姊妹伫你的人生中间碰到一寡代志。做牧师，我常常走的两个所在，踮咧台北来讲，第一个就是第二殡仪馆，二殡可能牧师走同侪抓；第二就是病院的探访。看到遮尔侪兄弟姊妹，伊面对人生中间要紧的时刻，咱无法度去甲代替，甚至无法度分担。你会当看小说安尼讲。亲像我伫咧做兵的时阵的祈祷，我做兵的时阵，我的阿公破病，我的阿公迄阵伫马街病，我踮咧陪我咧做兵，我捌看过小说安尼讲，所以我嘛祈祷上帝讲：上帝啊，你减我10年，互阮阿公加10工，好无？你减我的年岁，互我的阿公加我几工，互我吼按陪我迄阵做兵吼，1980年要来转来台湾，哇！你敢若签迄个坐船，加2-3工，互阮阿公加我几工，你减我的岁数，当然即马想想的吼，家己当作上帝共款，吼，家己当作上帝掠做日子是你会用去踮咧遐计算、计划，甚至计较。人真会计算，人真会晓计划，但是咱有一条线伫遐，想要无拄好吼，不小心就超越迄条线。煞变得计较，甲家己当作上帝。所以伫即款的体会中间，我相信兄弟姊妹，你有当有你家己本身爱去担当，即敢若你甲上帝知，拢连同亲密的人，伊嘛无法度代替你，甚至到一款的程度，伊无法度体会。但是当咱三甲敬拜时阵，亲像即个时阵，当咱三甲敬拜时阵，就是一地一地喜团。原底咱家己踮遐有当时常常要无力，常常要花去啊。但是当咱三甲斗阵的时阵，兄弟姊妹互相咧大道分享，即个火会当阁热起来。你会当阁较充满愿望，看头前，也通过别人的经验，你知影迄个有讲路苦担重担的来我遮，我要互恁得着平安，得着安息。即句话是真的。当你看到别人的见证分享，讲你会当将你所看入的代志拢交托给上帝，伊所想事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要丰丰富富降落伫你的中间。这圣经所讲的话，拢是真的，因为我对四周的兄弟姊妹的身躯顶看到这款见证，得到这款的激励。所以当咱每一摆三甲斗阵敬拜上帝的时阵，咱要领受伊，互咱毋那敢若是最水的见证，嘛，搁一摆提醒咱，要安怎正做一个关怀者、大道者。即几个月，咱一直咧为着咱的隔壁厝边祈祷，毋望香港这3个月来，这挑战会当也得到一个平静。毋那安尼，过来，咱踮咧台湾，咱这9月中间会去碰到911，18年啊，18年前你嘛有印象无？暗时8点外，你踮咧厝诶。毋知迄阵咧创啥，忽然间看电视讲，哇，哪有可能？踮伫美国纽约即款的，哪有飞行机假呢咯？迄个飞行机的司机吼，驶飞行机的司机，毋知是安怎？第一个，大家印象是安尼，过几秒走出来讲恐怖分子的行动，搁较互人讲哪有可能即款代志？吼，18年啊，伊伫咧甲咱提醒什么代志？搁过2礼拜。9月2日20年，20年前，咱踮咧台北可能敢若感受到足大的地动，你嘛，佫会记迄天无？迄是礼拜暗8日的透早
可能礼拜大家暗时无闲，准备要拜上班，1点外时忽然间，踮咧台北市叮当啊，足厉害，停电。你毋捌阁会记得迄阵啊，20年前你伫倒位？你想啥？时间过啊，但是咱知影中部地区921的地震对遐个百姓，对遐个人来讲，到即摆20年啊，抑阁有真大的悲伤，真大的疼力，啊，阁真侪爱去重建。迄个时阵7、8岁囡仔，即摆27、8岁，毋捌结婚袂。迄阵啊，少年人读国中的13岁、15岁，即摆30几岁。因经过真辛苦，这20年的一段时间，咱拢囥咧祈祷的中间，求主帮助，互咱教会伫即个世代，会当向社会，也向即个国家显明上帝的心意。所以对伫安尼，教会就必须要有更较侪具体甲社会一个互动，然后咱教会家己嘛必须要不断来得到换新甲转化。这个换新甲转化，同样紧是咱的心思意念，咱的心灵。但另外一方面，伫组织体制顶头，嘛就要有换新。无论是一代传一代，也是讲有机会，大家互相三体换，安尼才会当互即个教会得到活力。所以今仔日甲大家特别咧分享讲领袖甲领导。事实上，我对细汉开始对领袖印象就足歹，因为这可能我家己有一个爱检讨，因为我对细汉到读到大汉毋捌做过班长。你看读几十年，读遐久的册，毋捌做过班长。啊，然后阮印象同深的迄个领袖，顶解甲大家分享过，就是下课了后，读小学的时阵下课了后，啊，即马对教室60个同学，大家分散，你要按东门出去的，要按西门出去的，要按北门出去的，啊，都分开。啊，然后按走廊开始就陆队长，你毋捌碰过迄无？叫陆队长，嘛是一种长班长、排长以外，还有陆队长。伊就开始预备起喊口令啊，过口令了后，咱才用去行迄阵啊对迄陆队长的印象就无好，讲这叫领袖所以从细汉开始对领袖的印象无好。有一个原因，因为领甲手母是上下，领袖是怎么样？最脏的地方，一件衣服的领子跟袖子是最脏的地方。你衫囥在洗衫机洗了后要披的时阵，你敢毋是定定碰着嘛？这个领的所在颔棍啊领的所在，安怎洗都洗袂清气。所以在足侪清洁公司发明讲，这款散文特别互你洗领，对无？你踮咧领甲骨骨的，就囥落去洗衫机就洗会清气，减有迄款。所以讲到领袖，咱就会当知影伊是各种的团体、体制组织顶头船长，也是一个派别的掌门人，无论是少年啦、武当啦，掌门人就是因的领袖，也是一个体制政治的君王、国家的总统，也是政党的领袖，甚至角头，甚至部落的头目，这种叫领袖。领袖是一个角色积分，伊爱显明的是伊的领导力。领袖是一个角色词分，但是他必须要把他的领导力展现出来。伊爱领导，伊爱引带一个公司，引带一个部门，所以伊必须要有权力，伊必须要有 power， 伊才会当指挥人。伊发现这个足好，伊要有一个范围，甲头家讲，这个阮当爱加薪30%，啊若无我留意袂掉。伊有一个权力会当做这款的决定。但是啊，踮咧教会。这个信仰团体，咱会当发现，咱无权力。今仔日干事做搁较好，我嘛袂当甲小的讲甲加薪30%。今仔日不管倒一个部门，倒一个事工部，哇，敬拜事工部、教育事工部做搁较好，咱嘛袂当讲一个人讲算无。反头，踮咧教会，你会当看到这个长老、执事、这个所有的领袖，其实用的是迄个影响力，对耶稣基督来的影响力。毋是咱个人的影响力，咱个人有甚物影响力？对耶稣基督来，是对耶稣基督来伫咱的中间，迄个影响力，互教会得到建立。所以咱就毋望这受推选的，有当时人嘛有即款软弱毋通亲像倒平即个安尼，手机都不离手
做一个领袖，可能做一个部门的主管，结果毋知伊徛伫个什么款的所在吼。伊无管世界，无管伊的四周，无管伊的掌管是安怎，人安尼足认真甲图抹甲平，伊照伊行的，照伊家己Google行的吼，照伊家己的办公安尼去行。有当时咱若碰到即款领袖做兵的吼，咱你怎做兵，常常讲吼，同行就行到即款，迄吼，若领导者也是讲即款的做官，若无好势阵哦，累死官兵啊吼，将领如果没有好。这就是咱咧讲的领袖真要紧的功课。10月初6要开会和会，咱迄天10点礼拜，敢若一场礼拜吼，敢若一场礼拜，所以请咱会记10点礼拜，咱就是望会当推选长老执事。10月初6，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特别的，咱的长老执事是推选出来。伫个咱的教会的规矩顶头，讲教会的运作有4个层次。牧师、传道、长老、甲执事，这毋是关家的问题。牧师、传道、全职服侍，长老、执事是对信徒中间来推选出来，敬虔，然后有好名声，然后有圣神的感动，伫咱的法规顶头，讲安尼，咱爱为了这祈祷来推选。小会看到事工的多元性，有一寡部分爱分工。所以咱特别有望即摆长老选6位，执事选12个，咱2年选一部分，2年选一半。那安尼，那10月以后，咱到明年1月开始，长老会11个，执事22个，咱望会当有一寡分工会当走出来。所以这是咱特别放在祈祷的中间。过一摆，咱会记得，这个长老执事毋是有甚物款的权力，有甚物款的 power， 毋是，因嘛无甚物款业绩的压力，是有一天拢伫上帝面前。爱甲上帝交代，但是这个正做咱的领袖，2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领袖，伊爱做决定，伊通过耶稣基督所予伊的异象感动，伊伫教会中间有一款的服侍，伊会将伊的影响力出来。所以咱选长老执事出来，毋是甲事工代志交互因，咱望会当甲因3个同工，听因的引带，这个最重要。若无咱各说各话。都无彩啊！拄啊，咱客营的时阵，咱会记得无？咱客营看圣诗上后壁是倒一卷的，是保罗写的批信倒一卷。腓立比书第2章，你若搁甲客营吼，伫圣经后壁你搁看，伊迄段最重要咧讲，第5节中心点咧讲，咱都爱掠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用中文就讲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所以伫第5节伊分开，头前迄4节咧提醒兄弟姊妹怎样伫个服侍教会生活中间掠耶稣基督做咱的榜样。第1节到第4节，第6节以后，就讲到耶稣基督互咱什么款的模范？原底是上帝无掠这所特权，颠倒对天顶降落伫咱的中间顺服，诚侪人顺服，甚至死伫架顶。这是咱拄啊所启用的，嘛是互咱看到基督教会所有的，不管是会长、长老、执事、这个领袖，其实因是对耶稣基督领受这款的影响力，家己屈落去，亲像证明这个道屈落去服侍正兄弟姊妹。所以对伫安尼，咱今仔日的经文，甲咱做一个提醒。3年前。你毋捌有印象无？咱旧年才拆掉，才有一间什么教室？你若8点内面开会，还是8点内面读册，点内面唱歌，你可能有一款感情，感觉袂歹吼，不只要温暖。即摆拆掉，已经拆掉，为着规个景观。迄个年新民教室陪咱偌久呢？吼，安尼陪咱安尼2年偌久，实在是真感谢迄个空间，互咱有一寡时间阁继续用。所以第3年前。咱捌有连续4个月，咱甲尼希米记对第1章开始安尼读，你嘛阁有印象？迄中间特别是读到第7章的时阵，就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讲城墙哦，毋是城门，城墙已经整理好啊，所以就做3项代志。尼希米差不多是即马算回去吼，2450年的代志。2500多年前，
以色列，你若即马去个以色列，犹太人去互人掠去到即马的伊拉克、伊朗的所在，迄阵啊叫巴比伦，掠到迄个所在去。所以真侪优秀的犹太人，互人掠去遐尼远哦，你看几千公里的所在，去70年了后，照上帝所应允的，开始换一个迄个领袖哈。换一个国王，换一个领袖，所以答应因会当倒转来。因分3批倒转来。第一批所罗巴伯，第二批以斯拉，第3批就是尼希米。因前后差不多要40-50年的时间，安尼分批一批倒转来。所以尼希米算是第3批较后壁。所以倒转来的时阵，伊感动是因为伊踮咧做官好势啊！伊是犹太侨啊，住伫迄阵波斯帝国的首都苏珊城的所在，做官好势，很舒服。伊踮遐出世。有一天，伊一个兄弟吼，按故乡几千里以外的耶路撒冷转来，踮遐咧啼哭流目屎。什么代志？讲哦，圣殿起好啊，毋过城墙哦，哩落。所以常常互人安尼来扰乱呐。敢若即句话，互尼希米安尼忧头革面，祈祷上帝讲要安怎？啊，你到底即项代志甲我讲是要创啥？所以伊再甲伊的皇帝讲，因为皇帝看讲啊，即个本来踮咧我的身躯边，逐工足喜乐，啊，那即马最近忧头革面，甲问伊讲我的故乡发生即款代志。即个皇帝讲好啦，安尼互你转，看你要偌济物件要创啥的，互你转去甲城墙起好，这就是即项代志。第7章讲城墙起好啊，伊做3项代志。第一项门固守门的，第2项唱歌甲利未人代表啥敬拜，第3项管理的人，伊做即3项代志。做了后，伊就爱倒转去波斯，倒转去苏珊，反国述职啊。因为伊是戒掉那了，伊的积分还搁伫遐，伊还搁倒转去服侍迄个皇帝。这3项就是咱今仔要讲的。第一项，门口的守卫最重要，接待最重要。咱定定吼伫咧教会敬拜，今仔日遮侪人，咱知有足侪服侍，圣歌队服侍，音控的人员有书会、司琴，真侪。中间的交替是咱一来帮着。今仔日我问第一场的人讲，今仔日交替无共，因为今仔日交替是第一摆做。你看迄内面的人有第一摆做，因第一摆来吼，因的一个是朋友的爸爸阿姨，毋是啦，就陪伊来吼。啊，无少年人哪有可能8点半就来较食？在礼拜早起，拢么睡到饱，自然醒。礼拜早起，迄国中呢吼，迄应该是国中嘛吼，国中2年啊。所以早起，我搁买早餐回家，所以8点半就有人来。搁有一个走来，感觉因辅导8点半就陪因来。第一摆做，甲因讲看到人就爱讲欢迎光临。第一场我来，足侪兄弟姊妹惊一个讲遐大声吼，连咧隔壁2楼拢听着啊，出来探头看讲什么代志吼。所以这是第一场的交谈。第2场嘛同款，咱准备要来敬拜上帝，是心灵甲诚实的功课。酒步摕到的时阵迄个感受甲感动，会激励你更加刻薄来敬拜上帝。也是讲今仔日来敬拜上帝心情去互你拍歹一半。来的时阵酒步安尼，好啊，喙面边仔咧甲人讲话，交替就对啊，交替的态度影响兄弟姊妹迄天敬拜心情。我常常甲特生的中级讲，我常常甲交替拜托讲，你若要有人找你要讲话，毋通超过10秒。毋过咱两个会友一来有代志，赶紧甲中级讲什么代志啊？咱会记得，你来做礼拜时，即马特生也是交替甲你讲欢迎的时阵你搁较有什么代志嘛？毋通甲伊的时间占满，因为迄阵伊爱看全场啊，交替伊都爱看有人来啊，甚至咱即摆迄楼梯斜坡无啥好势，说不定都爱去甲扶一下。交替面对所有的人迄个时刻足重要，这就我感觉。因为有当时咱会忽略伊，敢若亲像城墙做好啊，城门是柴的，逐工爱开，逐工爱关，袂当用石头。
所以这个城门是在伫个国家修建的时阵，常常是上弱的所在，所以特别爱固守，特别爱固守。咱这规个敬拜中间，有当时啊交代吼，会袂记得去。哇，看到遐日子要真欢喜，啊，甲人一讲话说，袂记阁有人来啊，这就是咱咧讲。咱拄啊所读的第二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27到26节咧讲到，教会头是一个耶稣基督，但是咱肢体有真多，咱袂当讲啊，我无需要你。特别是咱看无上目、看不上眼的或忽略掉的，特别迄软弱的所在是更较重要。这是城门咱咧讲的这项。特别统计20年前，拄好20年前，德国的这个老师，咱顶摆嘛捌分享过，伊咧讲到教会的发展是一款自然教会发展的理论，毋是干那一直要求增长。教会若健康，真自然的增长。所以提出来一个水桶的一个理论，这个水桶咱顶摆捌分享过，古早的水桶就是安尼，放1、20块啊夹斗阵，啊有一个桶箍，和两个桶箍甲夹斗阵，啊内面的水。内面的水就代表礼拜会员的人数，外口遮尔侪房啊，代表咱有足侪事工部、足侪团契，足侪无共款的。啊，这逐块房的表现拢无共款，有的事工特别互注目，人会讲啊，树林教会什么是上好的？我咱就讲足侪拢最好，房啊拢真直。但是咱嘛有限较软弱的所在，较软者的部分，就是迄块房啊上底的所在。这就是这个老师咧讲的。这是咱特别爱去注意的所在，因为内面偌侪水，会当堆偌侪水，会决定因素，毋是长的房仔的决定。长的房仔做足好的事工，做足好的关怀，足侪活动，会互人礼拜，毋过会对上帝迄地流出去，对无？所以多一项较软弱，比方讲咱探访是毋是有教业？像讲咱的大道是毋是有教业？像咱的培育造就的课程是毋是有教业？正平讲到规个教会有足侪的事工伫遐显明，这要安怎会当平衡来发展？啊，若无倒一块房啊较软弱较短，水就安尼流出去，水就安尼流出去，这是咧讲着。所以常常咱毋若干那交代那尔，吼。有当时咱较忽略去迄地的时阵，这是咱最近爱关心的。第二项，咱看到拄仔咧讲的交代以外，当大家来敬拜的时阵，咱看年戏米甲唱歌准备好啊，对无？就诗班敬拜团，利未人是服侍上帝话嘛准备好啊。所以咱会当看到教会有真侪无共款的聚会，有各种的团契，都是为着安尼。碰到一寡兄弟姊妹朋友，毋是基督徒，当拄来甲教会时，还是拄参加团契，问讲啊，恁咧做啥？我讲哦，阮咧拜上帝，咱比一般的人搁较爱拜拜。咱社区的人常常讲啊，恁拢无咧拜。我讲有啊，阮拜比恁搁较侪。阮一礼拜拜几落拜，有影礼拜日来拜上帝啊。踮咧厝建立家庭这段的时阵拜上帝啊。团契聚会的时阵咧创啥？咧拜上帝啊！小组聚会的时阵咧创啥？牧师迄看图片摕出来看看，咧敬拜上帝，是咱加一个敬畏的心来拜上帝，用心灵甲诚实，用心灵诚实敬畏的心来拜上帝。所以每一摆咱主持先3项元素，恁的确有人佫会记的，对无？我常常咧讲样，第一个就是咱的确有诗歌音乐；第二个，咱的确有大道夫妻关怀。第三个，的确有上帝话，这3项都组成，就是所以你一个人就用敬拜，你行咩路会行，迄首诗歌就走出来，一首诗歌就出来，你咧敬拜。诗歌吟了后，你用迄个诗歌来祈祷，求主怜悯帮助我。第二个元素祈祷出来，忽然间一句金句走出来，顶礼拜背金句走出来有上帝话，这3项。你踮咧路行，坐公车的时阵，坐捷运的时阵，你得敬拜上帝。所以这同款，当你咧工作的时阵，压力真大，我嘛会，你嘛会，哇，就操烦坐落去。忽然间，你甲主讲主啊，怜悯帮助我，想使我开力。忽然间想到顶礼拜诗班，还是生活对所吟的诗歌，
佮小可虽然歌词无啥会记啊，但是迄个音乐走出来，然后有一句上帝话，咧甲你提醒，甲你鼓励，你咧敬拜上帝。伫你的工作嘅中间，伫你的家庭嘅炒菜中间，伫你甲人三甲斗阵的时阵，这是咱的讲。年希米甲遮准备好，声墙起好，城门固守好，互踮伫咧圣殿敬拜的人，会当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无受搅了的时阵，你会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所以这段时间，咱的年体，特别是教育馆到这个阶段。咱特别感谢上帝，伫这3年，咱咧起诉的过程，人数无甚物款大的波动。顶礼拜开中执会，咱会当发现伫报告的中间，发现咱会有相当大的一笔奉献，都是大家关心伫建筑，所以咱的建筑的奉献有增加。毋过相对伫经常费顶头，咱有一点差异，即款的部分，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若伫咧参与聚会三甲同齐即个议题起诉以外，咱聚会礼拜团契，逐项拢会当备办最近来跟进。这是准备这个服侍当中，所以长老执事伫即款的角色顶头扮演相当的角色，要紧的责任。所以咱若有机会愿意参与的时阵，咱会当甲即个中职讲看，我会当参与伫倒一个部门，安尼。咱的具体结连就会搁较无共款。今仔日读的第2段经文，咱不只识咧讲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你我敢若像骹手、指头目睭无共的肢体。有一个人艰苦，咱嘛最近陪伴伊；有一个人欢喜，咱最近感觉真阳光。第1场礼拜煞，我一直咧心内一直咧纪念一个兄弟，因为第1场的礼拜。甲即项代志永远袂记。咱有一个青年叫杨志，传扬智慧杨志，伊过2工要去做兵。你讲即摆做兵算啥？4个月尔，对无？敢若要去迄个救国团，伊要去倒，伊要去屏东。去屏东，你知影屏东有甚款基地？海军陆战队，海陆台语咱讲叫做海陆所以4个月踮咧海陆少年人无一定知影海陆是啥，但是咱这做过兵的拢知影海陆抽到迄个签目屎就流出来咱大埔的咱若迄阵你讲抽到金门马祖佫袂要紧，抽到海陆哇，你就知影苦这个杨志，你知伊的身悬，等下一群青年12点特别要踮咧佑心，要甲送行要甲送行，要甲检讨门咱特别有一个机体要去做兵，咱最近囥在祈祷中间；有一个机体可能要出国，咱最近囥在互相的祷祷中间；有一个机体厝内家庭有代志咱特别囥在祈祷中间。亲像咱周报有咧写，20多年前，咱有一个兄弟叫张道仁、张道仁，这20多年前顶礼拜9月初一安息，后日。要来引导家庭礼拜，但是伊的囡仔拢无咧教会出入，所以对礼拜拢无概念。这是一个具体的家庭面对这款代志，咱共款亲像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互相代祷，特别25节佮具体中间互相照顾，互相照顾。安尼咱会当同齐分担苦难，同齐领受阳光的快乐，这是甲敬拜有关系。甲服侍有关系，所以最后咱看到尼希米要去苏山城要倒转去倒转去波斯，所以离开伊就爱找人来接。倒边这个相片，咱看城墙起好正边咱看到伊请以斯拉，比较早第2批的以斯拉比较早10几年到，所以伊特别请以斯拉，佫倒转来，伊是一个读经文文书。就是咧抄写经文踮咧读圣经，伊特别请伊过来教兄弟姊妹，踮咧耶路撒冷城兄弟姊妹将上帝的律法，佫一摆教互百姓，所以伊必须要找到管理的人。咱今仔日读的经文咧讲，伊找哈拿尼甲哈拿尼亚，哈拿尼是迄个咱会记无？几多年前
走去苏山城去甲尼希米讲，哎哟，咱的故乡哦，迄城墙哩哩啦啦，虽然圣殿起好啊，毋过吼，常常受搅了，啊，都是迄个兄弟去甲伊提醒着，所以你知影，伊若继续留伫个耶路撒冷，对事工有帮助，吼，因为伊有看心伫个上帝殿的代志。另外一个哈拿尼亚，伊本来就是管理耶路撒冷的。伫个尼希米来这段时间，发现伊对人有，互人会相信的忠信，对上帝有敬畏，所以就将这管理的代志交互伊。长老祭司的选举类似安尼，咱一代一代做一个长老，做一个祭司，咱常常嘛会互相提醒鼓励。我若会当做好交代。我足期待有一个祭司甲我讲，牧师你拢莫甲我拜司会，莫把我拜其他，我好好做祭司，做交代，我好好做特生，我要甲这个城门互甲过好，互每一个来做礼拜人哦，看到我伊面就笑，对吧？哈，啊，今摆就爱看这交代安怎互人看到伊会笑，这太重要。每个情况你看想看觅，你做礼拜本来准备好，敢若像咱用做礼拜衫穿好啊。物件逐项拢摕好啊，信息摕好啊，来，这交代最重要。你看到交代吼，互你迄个渴慕的心，哇，受激励，互你本来的要求，敢若看到这个交代，要求去一半。这个交代偌重要，就是啥物？所以，咱做长老祭司受选了后，因拢都爱阁想着，毋若家己忠心伫这个职分，伊还阁对兄弟姊妹看有适当的人无，我来甲招来做阵斗阵服侍。有一天我无做祭司，无做长老，我就鼓励伊讲：着你哦，对无吼？着你哦，大家做阵来服侍。尼希米就甲适当的人甲因找出来，将这管理的代志交互因。10月初6咧选中集，甲这个有关系。所以上落尾，咱来讲一项，做领袖是一个角色职分。伊所爱做的是领导的工作，但是迄款领导是通过祈祷的中间，上帝不断的提醒甲感动，过来就会甲你讲要做一寡，无一定是你想要做的代志哦，毋是你计划，毋是你计算好的哦，你敢要做这？上帝竟然伫个尼希米要离开以前，遗体起甲遐尼水。逐项拢发落好啊！竟然叫伊一项代志，就是咱今仔读的经文的上路尾节，咱的干事真尽职，佮特别走来问牧师，你是毋是写毋对？应该是1到5节吧？吼，这第6节敢要读？因为第6节读了安怎？没有下文。你有看到今仔日的经文无？读到第6节怎么没有下文？他们就是，停在遐，还是什么人？上帝叫尼希米爱甲家谱、甲谱找出来。这家谱是什么？伫过去20年、过去30年，遐第一批对甲所罗巴伯，第二批甲以斯拉，伊遐倒转来，遐人足侪拢死啊，无伫遮，甲家谱找出来。迄就敢若伫户口普查共款，迄是足无聊的代志呢，足无好做的代志。但是伊遐有一句话特别讲，这是上帝所纪念的人。这个圣徒因所留落来卡的啊，是咱来去学习的，所以甲家谱提出来。为什么？比尼希米较早30年、40年倒转来，因放厝啊，有事业啊，但是当皇帝下令讲，逐国的人我拢准因倒转去的时阵，我住喺巴比伦好势好势啊，住喺苏珊好势好势啊，我嘛踮咧遮带某生囝，我哪个倒转去故乡？因为听讲故乡哦，这几十年来都无什么建设的，敢要搁转去？尼希米知影遮的人，因肯牺牲，知影故乡的需要，所以放弃伫个外邦。讲起来，你对以色列东边去几千公里的所在啊，伊拉克、伊朗迄个所在，将遐放掉，倒转来以色列，倒转来耶路撒冷，所以。伊讲遮特别是上帝纪念的人，真侪时阵，当咱三甲同工的时阵，保罗讲咱嘛受到纪念。伊写批互菲律宾的教会，咧讲到遮的同工伫福音的
服侍顶头，甲我有份同齐劳苦，因的名拢伫活命册顶头。伫咧地面上，你看迄群人按其他的所在倒转来甲耶路撒冷城，但是即个是地面上的记号，要紧的是伫天顶活命册顶头，这名受纪念，一代传一代，交代一代，咱拢同齐伫上帝的荣光内面的三堵。所以虽然看起来是真无聊，尤其是足侪人会讲牧师啊，莫甲阮提名啦。啊！要叫我做甚物拢会用的，我做事工，莫做中职。为虾米做中职同行的从啥？做中职同行安怎？开会啊，对吧？就无个写讲当时中职要开的，当时建筑委员会要开，同行开会有影，我知。咱有受到一款的印象，开会哇时间落长，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那行了以后又不评估。我大家拢足好了，我讲对啊，你若感觉安尼无好，你要跳落来改嘛。感觉安尼无适当，跳落来改嘛。无就要帮个遐，毋是，大家个照安尼，毋是真适当。所以咱看到这长老即事，因受选了后，大家都咧调整这个部分。会开了一定有意思，离了阮当有决了后，下一个爱搁去对哦。爱去对看卖哦，决定了都爱去看伊的进度安怎，除非伊完成啊结案，所以这就会改变一款的气氛，安尼互咱的教会充满活力。10月初6，搁提醒一届，咱10点礼拜刷落去开完互会所以咱第一场我是拄特别甲恁提醒，讲恁都爱较晚1点来，咱第二场爱较早1点来，咱要选长老甲执事。尤其是伫咧即个祭期的中间，中秋节要到，拄仔咧讲到9月有真侪纪念的日，但是过来即礼拜有中秋节拜四，所以当然即个祭期就会有一寡调整。咱特别放个祈祷，为了遮可能特别要受选的，伫咧即个信仰大的家庭，包括伫咱家己的家庭，所以咱会当好好中秋节时，毋但干那厝内人斗阵，即个信仰的大家庭嘛会当斗阵。少年团契顶礼拜会长就任，你会记得无？就任了后，马上会长落去同叫去，毋是就是因带去讲你的同工伫倒规阵拢出来，你有看顶礼拜同工出来？同工出来了后，都要先做甚物呢？同工训练，开学要当时做同工训练，所以你的囡仔若是少年团契会长，我先甲你报告一下应该辅导我有甲因讲，你都要直接打电话甲爸母讲。因同工训练的时间是伫即礼拜5的暗时8点开始。即礼拜5是甚物日子？中秋节。所以我讲，因留喺厝的食饭，食饱了后，身躯洗了后，辅导陪因，然后开始有2项叫做团队建立。所以因必须要虽然讲以前踮团契中间熟悉，但是因必须要知影，即马甲以前的关系无共。以前是客友甲客友。有辅导天塌下来辅导撑着，即马咱叫做同工，所以有会长、副会长，有过节、有灵修、有联络、有活动、活动，安尼等等遮。所以因拜5暗时会点遮。最近灵修，最近辅导陪因，到拜6早起，拜6早起因要搁做啥呢？要搁做迄个诗会训练，毋是咱会做，是因家己少年团契诗会训练。诗会是从啥？一个人徛喺遐传2条歌，毋是因即马感觉安尼毋好。因逐摆诗会至少4个，敢若像你若参加第一场的敬拜团共款，一摆要4个，我讲遐上重，带一个诗会开始就要4个人、3个人安尼，因就是要操练即款，按拜6早起起床了，就要训练即个代志。一直到下晡要做阵项目。咱感谢迄个幼儿园佮提供迄场地，要做阵项目，佮有一项播柚子大赛。恁即礼拜若柚仔伤多才送几粒来遮，因为逐摆30-40个人要播柚子大赛所以就爱有啦。已经我办公室在那累积遮柚仔，空手掰柚仔青少年人，所以毋但干那少年团契，有一寡青年人嘛会做阵来，就是到拜6。要安嘛？分享这项真要紧，是咱倒转去厝的，
含你家己的家庭，咱嘛为了这要受选的。咱唔那干踮咧信仰的大家庭内面欢欢喜喜，咱嘛望咱逐个家庭，你有可能一个、两个、三个，也是真欢喜看到吼，迄个，我敢若逐摆拢会记林轩吼，也像来都生一个婴仔吼，本来伊直想讲要甲咱看，即阵嘛新的家庭出来啊吼，有一个婴仔出来，就规个家庭都无共。好好伫即个祭祀的中间，咱领受上帝伫咱家庭的一个祝福，所以。这礼拜求主帮助咱既然踮咧这个信仰的大家庭，你安静来看，伫咧树林教会遮尔侪事工、遮侪服侍，还是遮侪聚会中间，你有发现多一块房仔是特别需要代祷的无？我讲房仔，你听有吼？多一块房仔是特别需要代祷，甚至我甚至会当参与伫遐，你会当甲穿红色背心的交替长老讲，还是甲我讲，还是甲什么人讲？无我甚至当三角伫倒一地，我感觉即个，因为逐个人的需要，逐个人的角度看无共，有可能你了解了无影，人即地是足悬的吼，是干那因为我角度无共，误会。安尼你就会当更较知影教会倒一搭需要我带导。第二方面，伫咧教会中，伫咧你家己的生命经历，你捌经验过亲像尼希米无？一个感动，互你调整你的习惯，调整你的学习。咱主日礼拜拆碎2场，有几年啊？有一点仔印象。要拆的时阵，是毋是布良出来？差不多迄个时阵，布良22年啊，布娘，所以咱差不多拆碎2场的礼拜，差不多已经22年、23年。我踮咧新店教会大汉。做礼拜吟诗拢是迄款的模式，开始敬拜，开始主日礼拜唱歌会徛喺唱，会举手嘛才这20年的经验安尼。迄嘛是共款，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感动、新的学习，类似即款，你想看觅，这无受年龄的限制，无受年龄的限制，有多一项事件，你经验到上帝的感动，互你。伫生活、伫服侍、伫各种的代志，你的专业顶头，你做一个改变，迄真重要，因为你会去看到上帝互你一个新的意象。所以求主帮助咱踮伫咧你每一日，甚至所有服侍中间，会当甲上帝愈结连。迄款的结连，必须要咱忠心伫伊的面前，然后互人会信任的，亲像圣诗505首所咧讲。咱真忠心，无辜负人的信任，因为有人关心，要坚强面对世界有最的苦难，别人有苦难，咱嘛有苦难，但是会记得耶稣基督，才来甲咱讲：恁放心，我守住恁的平安，真实的平安，要互恁会当伫这个世代分地我，成做极其水的见证。505首，我要重视，咱最近来念第1站。
营第三站。同心来祈祷，感谢主，因为你开拆阮的眼光，互阮会当看到你的心意，通领受平静安稳的快乐，互阮会当领受你活命的话，通互阮的灵魂得到把助，愿意跑走你头前甲阮查的路站甲目标。恳求主继续引带保守阮，互阮会当踮伫教会中间。看到主你竞选的长老执事，这份的要紧，愿欢喜甲因三甲同工。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的是咱来献做换祭。这时，咱三个来读上帝的话，记载自提摩太书、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我念一遍，咱同齐来念2遍。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着做做虔诚的人的面前，所对我听去这的事，
就交托忠信的人，将来堪得教示别人的。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伫地做干净的人的面前，所对我听起这的事，就交托忠信的人，将来堪得教示别人的。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伫做干净的人的面前，所对我听起这的事，就交托忠信的人，将来堪得教示别人的。愿主祝福听伊话的人。今仔毋知有第一摆来甲咱同齐聚会，安尼妈妈你我早上有看到他，刚好伫遮。哦，第一场吼，好，无，安尼咱一齐来关心咱的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后礼拜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后礼拜科博斯的前往文化教会主持圣礼典小会。教会奉献人生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内。9月9号到10号，圣维团队以文团队会前往参加团队师在职训练。9月13号，中秋连假办公室休困一天，迄天暗时的祈祷会暂停。下半年度学道班伫9月22号开课，若有要洗礼还是上课的兄弟，请往办公室还是招待道登记。107学年度第2学期的奖学金开始申请，到9月30号为止。9月28号早起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请要参加的兄弟，各团契、小组还是办公室报名缴费。2019甲金句有约进入新明季，邀请兄弟踊跃参与。爱家团契、姊妹团契分别伫9月15号甲9月28号举行会长、副会长的选举。教育馆的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遴选项目放伫招待道，欢迎兄弟遴选。以下是教育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代导甲奉献。张道林兄弟伫9月1号安休主怀，定伫9月18号伫第2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求上帝安慰家族。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请牧师带咱讲道。伫个咱教会这2礼拜有不只侪团契咧改选会长。这个机会咱兄弟姊妹做阵代祷，因为咱这几年来拢踮咧10月中开始有一个研讨会，针对新年度2020吼，所以伫10月中要讨论，所以这才是为虾米咱教会团契的这个会长拢伫9月底以前爱参选，甚至9月中，伊会长受选了，伊就找同工辅导3个斗阵。因都爱开始做计划吼，所以这段时间，咱会看到主播写，哎呀，多个团契会长安怎顶出来，这就是咱最近囥咧祈祷中，伊毋是一个人的代志，是一群同工。我拄好有咧举少年团契的例，就是同款。阮就像讲双年团契嘛是同款，已经选啦，过来因为同工会，就是会开，然后就开始有遮个学习，这拢是咱兄弟姊妹特别囥咧祈祷的中间，为着。10月19拜六，2020，这中州会长的事工的一个研讨会吼。当然咱这2礼拜特别咧讲到10月初6的好会，选长老甲这事，咱除了到州部所写的事工，以及咱家庭、咱个人的需要，咱也特别为了这个事来祈祷，请咱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听内面
得到处理、引带甲保守，互我哋当更较愿意伫你引带里面来领受主你踮伫教会中间的基础。感谢主席。主席，互我哋当更较侪来请君主。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踮伫你所创造这个极丰富、极美妙的世界中间，经过每一个日子，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来学习你所互阮生活生命的功课。但是，阮嘛爱坦白伫主的面前，向你来祈求，有真侪功课挑战，有真侪重担，阮必须要去面对。阮家己无法度。但是，阮知影天父上帝你因带保守阮，由你的圣神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生命中间，来保护阮，赏赐智慧、鼓励、安慰，通互阮会当看到你伫阮人生中间所下心意甲迄个愿望。感谢你也互阮踮伫树林长老教会，会当同齐结连。伫阮的头，耶稣基督，圣神继续帮赞，互阮每一兄弟姊妹存敬畏上帝心，忠心来服侍，互阮领受一个丰盛的活命，伫生活中间充满见证。恳求你的主爱，你的怜悯，拢无离开阮。我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迎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上迎了，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